啊，退休无敌真啊！我刚想要退休过去的时候我就死了，操！太慢了，那就太慢了。你要提前一点点分，不然的话你会吃伤害。我们好像可以开到那个、不用注射器，不用恢复了。全都不要了，全都满对分。哦，那我们有点事。那我们会直接不是有点是直接死。你要看现在的那个吗？伤害吗？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聊天。你是现在全开的吗？现在全开的吗？我开几个啊？3、4、全满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4、25，还有25。你要不要全满啊？还是还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对啊，就是还要再打架。生命值提高250%。好，休息。可惜。